来看宜兰县政府办理妈祖文化节咯，有议员是表讲，其中赏金协会活动实际经费是无到30万块，也毋过县政府所提供60万的经费有虚报的状况，要求县长林志标就要说明好清楚。带妈祖坐船出航，这是当年宜兰县政府办理的妈祖文化节活动，海上出巡的情况，也过有县议员指出，县政府技术用这收据补船资。这摆妈祖文化节活动报名收约大约31万，刷好出巡的赏金协会60万，将我29万的资金看旁，技术使用其他的并无有算补贴，并且违法。像我们差距存30万，到底是向后移的？我们的预算里面没有编交通费哦，是都以怎么去核销出来的？县机关也指起，海上活动1000多名的坐船者，扣除555名报名缴钱的民众，其他的民众拢唔免缴钱。咁讲缴钱的民众是讲啊，外县市报名人数219人，全部拢唔免带赎费。按照促进宜兰观光，建议县府大家妈祖将主办权交还给商标，唔是浪费人民纳税钱，发免费物品，无达到宗教文化等互相交流意义。政府一切都依法行政。对县机关的指示，林主标回应活动标案一切依法行政。县府也澄清，并无互赏金协会60万。南洋妈祖文化节目前才办第4年，大家妈祖等绕境活动已经有60至70年历史。未来只要时机成熟，都会将妈祖文化节交予奖标主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